行過地鐵站，碌下電話，又見到銀行大大隻字寫住定存有10厘息，甚至12厘息，係咪即刻心動，想將全副身家搬過去賺翻筆呢？停一停，諗一諗先。如果你而家即刻行動，分分鐘息就賺唔到幾多，仲要浪費一堆時間同埋手續費。大家有冇諗過，點解銀行咁注數派錢俾你？其實呢啲咁吸引嘅廣告背後，收埋咗一大堆魔鬼細節。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銀行點樣用新資金同埋超高息呢啲噱頭嚟大家笨，教你點樣計出真正嘅回報，同埋點樣避免做咗頻繁搬錢嘅水魚。話說自從2022年美國開始加息週期，香港嘅定期存款息率就跟住水漲船高，去到2023年甚至2024年，大家茶餘飯後嘅話題已經由買邊隻股票、炒邊區樓，變成邊間銀行定存最高息。無論係啱啱出嚟做嘢25歲嘅後生仔，定係已經退休60幾歲嘅老友記，個個都對定存息率了如指掌，機不離手咁格價。但係時間嚟到2026年嘅今日，市場環境已經唔同晒，息口走勢反覆，銀行爭奪資金嘅手法亦都越嚟越刁鑽。你以為自己好醒目，識得四圍格價，其實銀行班精算師同營銷團隊仲醒過你，佢哋好清楚香港人中意追求數字上嘅快感，所以就鬥咗好多看似好注數，實質暗藏殺機嘅條款出嚟。我哋今日就逐一將呢啲偽裝剝開，等你哋睇清睇楚。首先，我哋要探討嘅第一個，亦都係最常令大家中伏嘅概念，就係新資金呢3個字，簡直係銀行定存最大嘅緊箍咒。好多人以為所謂新資金，咪即係我今日由 A 銀行轉筆錢去 B 銀行咯。對於 B 銀行嚟講，呢筆錢不嬲唔喺佢度，今日先入去，咁咪即係新資金咯。如果你係咁諗，就大錯特錯啦。銀行對新資金嘅定義嚴格同複雜到你唔信，每間銀行嘅計法都有少少唔同，但萬變不離其宗。佢哋多數會設立一個參考結餘日期，即係點解呢？舉個真實例子，我有一個朋友阿強，今年40歲，平時做嘢好忙，但又好中意理財。佢喺 C 銀行本來有50萬活期存款，佢見到 C 銀行出咗個新資金專享5厘高息定存優惠，阿強心諗，我都算係 C 銀行嘅長期客戶，不如我將呢50萬講出嚟，轉去我老婆個戶口，跟住過2日再由老婆戶口轉返入我 C 銀行個戶口，咁對個戶口嚟講，咪多咗一筆新嘅錢入嚟咯。結果佢去到分行搞定存，個職員同佢講，唔好意思陳生，你呢筆唔合資格做新資金扣。阿強即刻火到嚟，問點解？職員就解釋，銀行計新資金係睇你今日嘅總結餘，對比上個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嘅總結餘，兩者相減，正增長嗰部分先算係新資金。即係話，如果你喺參考日子戶口有50萬，你攞走咗，過幾日再入返50萬，你嘅結餘都只係50萬，正增長係0，銀行係唔會俾新資金優惠你嘅。有啲銀行仲狠，佢哋唔係淨係睇1日，而係睇你過去30日甚至90日嘅平均每日總結餘。如果你之前喺度擺過一大筆錢，拉高咗個平均數，你之後就算攞出街再入返嚟，只要未超越個平均結餘，都一律當舊錢處理。銀行咁做嘅目的得一個，就係防止現有客戶左手交右手。佢哋要嘅係你由出面帶真正嘅新鮮血液入嚟，增加銀行整體嘅存款基礎，而唔係俾你用舊錢去食佢哋用嚟吸客嘅高息迎新優惠。所以當你見到銀行標榜新資金優惠嗰陣，第一時間唔係去睇個息率有幾高，而係要入去條款及細則嗰度睇清楚佢個參考日係邊一日。如果佢個參考日係上個月底，而你上個月底啱啱好有一大筆錢喺個戶口度，咁你今個月就點都做唔到佢個新資金優惠喇啦，除非你有額外嘅閒錢。呢種新資金嘅玩法令到好多市民以為自己準備充足，結果去到分行或者喺手機 App 嗰陣，先發現系統顯示合資格新資金為0，搞到谷埋一肚氣，白白浪費時間。好啦，就算你真係有貨真價實嘅新資金，咁又係咪代表你可以安安穩穩賺到嗰個驚為天人嘅10厘、8厘息呢？呢度就帶出第二個更大嘅魔鬼細節，超高息嘅期限陷阱同埋年利率嘅掩眼法。香港銀行賣廣告最中意用大字體寫住高達10% PA， 呢個 PA 即係聽落好似好筍，但你要睇清楚佢個10厘息究竟係維持幾耐。近年最流行嘅招數就係7天超高息，或者1個月破頂息。好多35歲到45歲有一定積蓄嘅中產階層最容易俾呢啲廣告吸引。我哋試下客觀咁同大家計計數，假設你有100萬港紙，見到間銀行話兌換指定外幣並開立7天定期存款，年利率高達10厘，100萬10厘西扣，
聽落好似發達咁，但係你冷靜啲，攞部計數機出嚟計下，100萬乘以10%，再除以365日，再乘以7日，答案係大約1917蚊。冇錯，你攞住100萬真金白銀，搞一大輪手續，仲要可能承擔外幣匯率波動嘅風險，最後7日只係賺到1900幾蚊。7日之後呢，銀行會點對你筆錢？通常呢啲迎新或者短線優惠完咗之後，筆錢就會自動跌入一個極低嘅續存利率，可能只有0.1厘，甚至乎係0.01厘嘅活期息。如果你冇留意，放咗喺度幾個月冇理，你拉勻成年代價嚟計，個真實回報率隨時低過你將筆錢放喺一間正正常常做半年4厘息嘅普通定期。而且頭先個例子仲未計你換外幣嗰陣，銀行食咗你嘅買賣差價，好多時嗰個買賣差價已經完全抵消咗你賺翻嚟嗰1900蚊利息，甚至倒蝕。呢種就係典型嘅賺粒糖輸間廠。銀行就係利用人對10厘呢個數字嘅貪婪，去掩蓋期限極短同埋附帶條件極多嘅事實。除咗超短期高息之外，銀行仲有另一種高級玩法，叫做遞增息率或者階梯式定存。呢種玩法通常會綁你較長嘅時間，例如1年。廣告會話定存息率高達8厘。當你仔細睇條款，佢會話俾你聽，呢個定存分4個階段，每個階段3個月，第1至3個月息率係1厘。第4至6個月息率係2厘，第7至9個月息率係3厘，最後第10至12個月息率先係8厘。呢種包裝手法極之聰明，佢成功用8厘呢個數字做勾子，吸引你入局。但係你作為精明嘅投資者，你應該計嘅係平均年利率。我哋將1加2加3加8，總共係14，除返開4個階段，你呢一年嘅平均年息其實只係得3.5厘。3.5厘喺而家嘅市場嚟講，隨時求其行入一間銀行做個普通嘅1年定期都高過佢，但係銀行就成功用8厘做包裝，仲要鎖死你嚿錢足足1年。中途如果你頂唔順想走，對唔住，條款通常寫明提早走資會有嚴重後果。講到提早走資，呢個就係第3個好重要但極少人會去深究嘅魔鬼細節，隱藏手續費及罰則。好多50歲以上嘅朋友做定存係為咗求個安心，但人生總有意外，萬一屋企要急用錢，或者突然間睇中層樓要俾首期，被逼要打破個定存，你要面對嘅絕對唔止係冇咗啲利息咁簡單。好多人有一種錯覺，以為做定期存款大不了咪就係提早攞錢嗰陣，銀行唔派利息俾我咯，反正本金係安全嘅。錯，大錯特錯。喺香港嘅銀行體系入面，提早提取定期存款，絕大部分情況下都要俾罰款，而且呢個罰款分分鐘會蠶食你嘅本金。銀行嘅計算方程式通常非常複雜，但核心邏輯係銀行收咗你筆錢，已經借咗出去或者做咗其他投資，你突然間要攞走，銀行就要喺市場上用當時嘅同業拆息 HIBOR 撲水去填補你個空缺。如果當時市場利息高過你定存個利息，銀行就會將呢個差價成本轉嫁俾你。除咗補差價，銀行仲會收取一筆固定嘅行政費，通常係幾百蚊不等。我哋試下舉個具體例子，假設你做咗50萬嘅1年定期，息率係3厘，過咗半年，你突然急需用錢要攞出嚟，首先你過去半年應得嘅7500蚊利息全部冇晒，1毫子都唔會俾你。跟住銀行會計一條數，如果當時市場拆息急升到5厘，你要補償銀行未來半年2厘嘅息差損失，即係大約5000蚊。加埋500蚊行政費，你提早攞錢，唔單止冇利息，你個50萬本金仲要扣走5500蚊，最後只係攞得返494500蚊。呢啲條款全部用極細嘅字眼印喺你簽名嗰張定存確認書或者網上理財嘅隱藏頁面入面。當你急住攞錢救命嗰陣，銀行職員就會冷冰冰咁同你講呢個殘酷嘅事實。所以做定存之前，一定要問清楚自己呢筆錢係咪真係喺呢段期間內100%唔會動用，千祈唔好因為貪圖一時嘅高息而令自己陷入流動性危機，最後得不償失。好啦，聽完上面講嘅新資金限制、超短期高息、掩眼法同埋提早走資嘅重罰，好多自認轉數快嘅香港人就會諗出一套螞蟻搬家嘅策略。佢哋心諗，既然每間銀行都淨係歡迎新資金，又會用短期高息吸客，咁我咪每個月將筆錢由 A 銀行搬去 B 銀行，再由 B 銀行搬去 C 銀行咯。每個月都做新資金，每個月都賺迎新高息。
咁咪可以完美破解銀行嘅陷阱咯。呢種被稱為游牧民族式或者候鳥式嘅存款策略喺2023年同2024年曾經非常流行，但係嚟到2026年，銀行早就睇穿咗呢招，而且呢種頻繁搬錢嘅做法背後隱藏住巨大嘅時間同埋摩擦成本。我哋而家就嚟同大家拆解下點解頻繁搬錢隨時會搞到你蝕突。首先，我哋要講下搬錢嘅實質操作限制。香港有轉數快，過數好似好方便，1秒就到。但係你唔好忘記，轉數快係有每日轉賬上限嘅。大部分銀行預設嘅轉數快上限可能得1萬蚊，就算你親自去登記同調高上限，好多時最多都係每日10萬或者20萬。假設你有200萬資金，想搬去另一間銀行做定存，你要點做？如果用轉數快，每日10萬，你要分足足20日先搬得完。呢20日入面，你筆錢係處於一個散開嘅狀態，部分喺舊銀行，部分喺新銀行，兩邊都未夠數去做大額定存。結果呢20日入面，你嘅200萬只係賺緊微薄嘅活期息。呢種因為資金轉移而產生嘅閒置期損失，往往會大幅拖低你全個年度嘅真實回報率。咁你會話我唔用轉數快，我用 Chess 或者我去分行開本票、寫支票，一次過數咪得咯。好，我哋逐個睇。用 Chess 過數，金額通常冇咁大限制，但係銀行會收手續費，一出一入幾十到200蚊不等。如果你為咗賺多嗰少少息差而頻繁搬錢，手續費已經食咗你部分利息。如果寫支票呢，支票過數要等結算，通常要 T+1 或者 T+2個工作天，即係話你筆錢有1至2日係喺半空懸浮，兩邊銀行都唔會計息俾你。如果你喺星期5入票，撞正星期6日唔結算，你筆錢就白白閒置咗3日。100萬嘅資金閒置3日嘅利息成本，絕對唔可以忽視。至於話親身去分行排隊開本票，呢個成本就更高啦。香港人時間就係金錢，你請半日假或者放工趕去銀行，要睇面色，要排隊，要等櫃位處理，本票又要收手續費。而且當你將一大筆錢由一間銀行提走嗰陣，銀行為咗挽留你，通常會安排個經理同你傾偈，係咁向你推銷其他產品，浪費你大量時間。當你終於將筆錢千辛萬苦搬到去新銀行，你又要經歷一次開戶口、做 KYC 審查、答一大堆反洗黑錢嘅問題。如果你每2-3個月就咁樣搬一次錢，你所付出嘅精神壓力、交通費、手續費同埋利息空窗期加埋，絕對遠遠超過你喺新銀行賺到嗰額外0點幾厘嘅利息。呢種頻繁搬錢嘅做法，表面上好似好精明，將銀行玩弄於股掌之中。但實際上，你只係用自己寶貴嘅生命同時間去換取極微薄嘅金錢回報，絕對係一門唔划算嘅生意。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灰，銀行咁多陷阱，新資金又難搞，高息又係得個睇字，搬錢又咁多限制同成本。咁我哋呢啲普通小市民，究竟仲可唔可以靠定期存款去穩陣收息抗通脹狂？答案係絕對可以嘅，只要你調整心態，唔好被嗰啲誇張嘅廣告數字迷惑，學識一套科學同埋理性嘅存款策略，你依然可以喺銀行手裏面賺取合理而穩健嘅回報。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分享幾個實用嘅存款心法，教你點樣避開魔鬼細節，做一個真正嘅贏家。第一個心法，亦都係最重要嘅心法，就係建立存款階梯。與其將全副身家一次過鎖死喺一個1年期嘅定存度，或者心大心細，每個月搬嚟搬去，不如將你筆錢分為幾份，分別做唔同期限嘅定期。例如你有60萬，你可以分成3份，每份20萬。第一份做3個月定期，第二份做6個月定期，第三份做9個月或者1年定期。咁樣做有咩好處呢？第一，你極大程度咁提高咗資金嘅流動性，每隔3個月你都有一筆20萬嘅資金到期。如果你嗰陣時突然急需用錢，你就可以攞呢筆錢去應急，而唔需要打破其他未到期嘅定存，完美避開咗銀行嗰啲辣手嘅提早走資罰款。第二，你可以捕捉到利率嘅變化。如果未來幾個月市場加息，你3個月後到期嗰筆錢就可以用當時更高嘅新利率去續存。相反，如果市場減息，你最少仲有6個月同1年期嘅定存鎖定緊舊嘅高息。呢種存款階梯策略唔需要你頻繁搬錢，只需要喺同一間或者2間主力銀行入面設定好自動續存或者到期指示，就可以舒舒服服咁平衡回報同風險。第二個心法就係重視平均年利率，無視花巧包裝。
當你見到銀行推出任何定存優惠，無論佢包裝得幾靚，係咩外幣兌換大特賣、迎新三部曲，定係階梯式步步高升，你都要保持頭腦清醒。你只需要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總共要鎖死幾多日？第二，成個期間我實質可以收到幾多利息？第三，將實質利息除以本金，再年化成365日，真實嘅平均年利率係幾多？只要你習慣咗用 APR 去比較所有產品，銀行嗰啲首月8厘，其後1厘嘅掩眼法喺你面前就會自動現形。你會發現好多時一間冇做任何大型廣告，實踏實實俾你3.8厘或1息率嘅中小型銀行，回報分分鐘高過嗰間賣到滿城風雨話有10厘息嘅大銀行。第3個心法係集中火力，善用客戶等級。好多銀行為咗留住啲有實力嘅客，會設立唔同嘅理財戶口等級，例如100萬門檻嘅卓越理財、500萬門檻嘅私人財富管理等等。如果你將資金過度分散喺5、6間銀行，每間得幾十萬，你喺每間銀行都只係一個普通客戶，享受緊最普通嘅牌價、息率。但如果你將資金集中喺1至2間主力銀行，令自己升級做高級理財客戶，你得到嘅待遇就會完全唔同。高級別客戶通常會有專屬嘅客戶經理，當你想做定存嗰陣，你唔需要去跟牌價，你可以直接打俾你個 RM， 要求佢幫你申請特批息率。銀行內部其實有好大嘅彈性，只要你資金夠多， RM 為咗跑數同埋挽留你，往往可以幫你爭取到比街客高出0點幾厘甚至半厘嘅利息，而且仲可以豁免好多新資金嘅嚴格要求，即使係舊錢續存，都有機會做到貼近新資金嘅息率。與其浪費時間喺10間銀行之間搬嚟搬去賺迎新，不如集中資源同2間銀行建立長期關係，用資產規模去換取議價能力，呢個先係真正有錢人玩定存嘅長遠之道。總括而言，定期存款本身係一件好好嘅理財工具，佢比起股票風險低，比起擺喺屋企床下底，又能對抗通脹。但係隨住金融產品越嚟越複雜，銀行嘅營銷手法亦都越嚟越識得捉心理。由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零息年代，去到近年嘅高息環境，香港人對利息嘅敏感度已經大幅提高。但係我哋要記住，天下間無白食嘅午餐，銀行唔係開善堂，佢哋派得高息俾你，背後一定有佢嘅商業計算。新資金嘅嚴格定義係為咗逼你帶新錢入局，10厘超高息嘅噱頭係為咗用最少嘅成本製造最大嘅宣傳效果，提早走資嘅隱藏手續費係為咗鎖死你嘅流動性，而頻繁搬錢所帶來嘅摩擦成本就係對抗散戶游擊戰嘅天然屏障。作為精明嘅香港人，我哋唔應該盲目追逐廣告牌上面嗰個最大嘅數字，而係要冷靜落嚟，睇清楚條款及細則，計清楚真實嘅年化回報，了解提早走資嘅後果，並且衡量搬錢背後嘅時間同機會成本。理財最忌係心急同埋貪小便宜。希望今日嘅拆解可以幫大家撥開雲霧，睇清定存廣告背後嘅魔鬼細節。下次當你再喺街度見到嗰啲閃閃發光嘅10厘定存廣告，記得我今日講過嘅說話，用部計數機計清楚，問清楚參考日期，睇清楚期限，咁你就唔會咁容易跌入銀行為你精心佈置嘅甜蜜陷阱。記住，穩健理財先可以財色兼收，唔好為咗幾粒糖而浪費咗自己寶貴嘅時間同心機。